切价来做交易的。所以呢，比如讲，大家可能听过这个互助会啦互助会就叫做就是标会啊阮叫标盒啊啦，阮的腔口拢讲标盒啊啊，除了钱盒以外钱会啦阮庄脚阮拢迄当阵我细汉的时候，我定听阮爸阮母因定拢讲是叫做切盒，就是切会啦切盒就是比如讲用，就是大概是用切，比如讲我一斗，比如讲我嘛毋知偌济啦，咱凊彩讲一个数量比如讲100斤100斤啊，你咧标的时阵，你就比如讲20少偌济写几斤安尼，是用切来写毋是你写钱是写切啊，当然纳的时阵是纳钱啦，但是伊是用切价去算的款所以伫阮庄脚就有切号，各位可能甲你若毋是住庄脚，你可能较捌听过切号股汇啦毋是钱号就对啦我就拄则看即段，我想着讲足久捌听即个词啊切号这个较早标号啊时阵较早比如讲阮爸有时嘛做即个会头嘛号头啦啊做号头诶。迄毋是讲大家来厝诶，就号啊标诶，就是大家凊彩摕一张单写一下你诶啥，就走较早阮咧标切号时阵，拢是办一道比如讲办一道啊，可能即个号可能10外个人就大家来遮食一顿了再写摕一张换讲单诶倒顶大家家己写迄个纸后诶拼诶即个碗公内底大家才开表就对啦这是可能各位嘛毋捌经历过较早我细汉的时候，阮爸若做号头就敢若是一个月偌久一斗就会标即个切号，就是安尼办的就是办一道请啦为什么遮费气我嘛毋知遮够工办一道，而且是食了足青草的，毋是凊彩办的好拄则是10月22日后壁有即个补充资料，咱来看11月初1、初2拢趁到真侪钱。好下底即段较长，我就无爱读下底即段是佫是另外，但即摆即补充资料拢毋是你来写哩，只是伊对别位 quote 出来无其他资料什么巴达比亚日记啦、总统啦原来是安尼我佫真正毋知笔记啦北残3年有甲咱过做啥物叫北残即当然第一道听诶人看一下你可能毋知啥物叫北残好3年有佫帮我注写食切仔会我讲切号农业社会中诶互助会你家己看者我拄则讲所以办道是由即个号，我拄则讲号头嘛所以因为号头免纳利息啦，所以就办请大家食饭啦原来是安尼我佫真正毋知，因为我捌参加过免担保免转因啦比银行较方便做因为其实农民其实等于是家己做头家，因有时啊是有需要资金的，比如讲你要买肥料啦，买啥物有诶无，有时要买农具其实是需要资金但是你一时你也无领薪水诶你一时要临时临了要遮侪钱，有时也摕袂出来，所以为什么因会用即切号诶方式，大家互相斗相共就即个原因好啦，这是诚趣味我较早阮看食切号，其实是诚趣味，因为我较早因咧家己拢是啥物换贴诶啦，反正拢是我拢熟悉在到所有每个我拢叫会出名诶，一寡阿姐较伯当然就是大家拿车拿淡薄仔拉咧比赛安尼
感觉开讲啥物哦，足趣味诶。然后所以拄则讲起这，其实我回想足侪，我忽然间感觉足怀念诶吼。因为是足久毋捌当然迄寡阮迄寡时代，其实可能足侪人拢无伫诶吼。讲起来那是伤心。好，来 OK，咱大家遮咱规房吼啊，你。